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了停通的时间了哦。恁今日运动的吗？请放起来，同永泉先生同下运动的哦。今日永泉先生要教大家的是伸展瑜伽，请放起来，同下做运动哦。今家来做暖身运动哦。来，请同个肩条低后不老，舒张。手臂放一个太阳看呢，肩条、手掌，来手臂，再摆。可能先上通下来暖身，你的手伸长来，放松，加上你的脚，好弯片。用只手送出去，一片有人帮，同一片好，往眼看呢，谁看？前面吧，好，加上那脚七条，弯片，做一个轮体。也动作可以瘦你的蝴蝶袖，都是要夹紧哦。好，再来同一手，伸在你的旁边。用只手扣住你的手掌，做停留。好，慢慢的弯片，弯手。好，另外一只扣在你的手掌，也偏会尴尬，绑到。会顺软也正常的哟。两个用个条然后另外一只手，好，施压力，你的腰臀的背拢总会绑到，都是手放来，这副夹紧。弯片，好，过来中间，人家臀的脚拿出去，另外一只脚边的后背，扭腰，伸侧。弯片，做一个扭腰运动，可以侧你的腰背，你的腰背感觉有曲线。吸，
2、1，过来，接下来两只脚伫后背鼓下去，停留10秒钟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爬过来，好，更加各一类哦。换脚，天轮线上通下做哦，加油哦！来，动作可以针对下半身比较肥胖的朋友们，可以来雕塑你的下半身的曲线哦。好，再来，俺们的深蹲变化式交叉深蹲，俺先练习。让出去交叉，骨的后背哦。好，手可以用力的摇尾，来继续跳起，起起。来做一下，准备哦，1、2，开始流汗的哈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再来脚脚，手表演的脚掌，手伸出去，做一个停留，弯片。慢慢的跪中间，来竖掌、合掌，夹双扭腰，深蹲加交叉，夹双你的野味，针对下半身臀的腰骨。再试下，1，慢慢的做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来做一个伸展缓和脚脚，好，弯片，慢慢的过来，起起。跳起，
吸气，调气，头头的动作，你好唔好嘅冇？接下來同先生來學新嘅動作哦。更加來做暖身哦，將兩隻腳打開來，好，我肩條，手柄嘅肩條，一前一後，來做一個扭轉。喺前面撈人鉗呢，好，喺後背撈，拍好嚟，打開嚟，拍好嚟。好，我嘅腳嚟交叉，骨下來，彎片，骨下來，唔是坐蹲哦，半蹲都好誒。可以翻，腳再伸出去，好，再開始。再試耶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過來中間，更加來吊旋的搖，手壓高，腳踢出去，來做一下，1、2。要企好來哦，3、4，加油哦，做一半的哦，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更加中性，來塞一片，彎片，好，踢一隻腳，手壓高，先鼓，再踢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加油哦，係你哦，10，好，而家嚟後踢腿，嚟雕塑我們嘅臀部，好，可以預防它臀部下垂。腳喺後背踢，先鼓下來，喺後背踢嘅時間，手兩隻手壓高，還有腳。好來，好，先起輪哦，好，做一下，1、2，很慢慢的做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更加來彎片，記得咯，我手壓高，佢一半咯，好，
肚子竖起来，脚鼓下来，踢出去来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过来中间，来，再来做弓箭深蹲，好，弓箭步，好，手打开来，两个，好，不用下来的时间，好，眼手不用下来，眼脚停顿完，再伸出，可以哈，来1，加油哦，2，训练个抬腿哦，3、4、5、6，可是流汗的哦，7、8、9、10，再来，来弯片，脚先拿好，好转片，好数两个，起起，跳起，鼓下去，起起，跳起，3、4、5、6，数两个，7、8、9，准备下加油，10，过来中间，来起起，跳起，好，再弯片弓箭步。記得咯，腳要伸出來，按嘅後腳跟冇辦法，佢攆下去，攆唔下去唔怕，路邊啊能怕，可以發佢攆下去，好，好，再可以發再下去，低下腿，用隻手可以把呢起來吼。你的大腿肌肉腿也会伸展的，好，可以把脚放来，好，不用松，放来，不用松，放来，不用松，好，更加臀的脚腳放來，另外一隻手。有背一腳，做停留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慢慢用下來，跪中間，低下腿，緊條盡量壓低來。可以發在下去，手可以伸出，慢慢地放來，更加嚟彎片的哦。另外一片弓箭步，好，先提好，好，先一半，好，先一半哦。等到你的筋骨都适应了 ，OK 了，我们再慢慢下去，来慢慢的下去。用隻手不用的起來下，不用聳，好，不用聳，伸出，不用聳，
用数的时间，你脚就跳快，不用个天来下，再伸出离开天来，用数伸出，好，慢慢的用数，从脚叫风来，好，另外一只手来摆你的脚踝，做停留。好，慢慢的过来，ពី中間低壓腿，好，弯片低壓腿，好，你的手伸出，慢慢的下去，然後爬過來。一节一节空起来，圆背，再来一摆弓箭步，低压腿，再下去，手柄的天来，后勾脚，来把你的脚。过来，低压腿，后勾脚，慢慢的，在中间圆背起来，好起好，起张，起起，跳起。加上你脚起起，跳起，今晡日動作學快冇？停通停通，俺能下次能來了。